来自印尼、越南、泰国等新住民团体特别申请因各界服装进场，除了互会场加添异国风情，更重要是要借此互民众了解新住民伫台湾已经有将近60万人，所以更需要互相关怀，彼此交流认识。所以，同一企业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基金会已经连续第4档来举办亲子公益活动。会场除了 open 奖的带动炒热现场气氛，要安排义诊甲趣味的游戏。同时，会场外口更有侪无共各界美食甲文化体验，互新住民家庭的亲子有食，阁有通耍，度过欢乐的一天。可以吃又可以玩，有很多地方美食，希望大家也可以来。因为我们透过公部门的统计，目前在台湾的新住民的人口数大概有60万人。那这60万人可能来自于不同的国家跟地区，那当然也带来不同的文化跟价值观。那么我们也希望说，透过今天这样子活动，能够将一些的不同的新住民们大家群聚在一起，然后透过不同的交流、表演还有设摊的方式，大家认识彼此，然后互相彼此包容，那进而能够在台湾这片土地上能够好好的一个生活、就学以及就业。据了解，同一企业每一档拢赞助家己台南甲高雄地区家扶中心的新住民家庭以及偏乡学生有800万的捐款，嘛互家扶中心相当的感佩，代表受奖。因为统一集团每一年都提供这么多的一个资源来帮忙我们这些我们的外籍的这些小朋友，每一年的话我们统计下来的话，有差不多有100位的小朋友能够接受到这样子的一个这么好的一个资源。今日活动大约有400位新住民参加，而且分别来自中国大陆、越南、印尼、泰国等10个国家，场面相当热闹。台南新闻管制采访报道。